出名的电动天堂甲三国军营端，即马网络顶嘛有人专门咧卖假货。这警察即马有查到2人，先买这中国的假游戏，佮加10倍价销，放伫咧网络卖人。佮讲无论什么款的电动，因拢有法度甲你创来，这侵权是超过3亿，专案是依照违反著作权法甲商标法依上法办。 电脑你可以供。警方摕钞票过来，要看后台的数据，扣的随身碟加起来有200多个，大多数拢有资料。有耍游戏的软体嘛有听歌的歌曲，这些拢要出货啊，但是因的来源说真有问题。跟大陆的软体业者来购买，并不是同样的跟台湾的原版软体一样，而是盗取了台湾经典游戏的美术著作、人物设定以及游戏内容，来做成高仿的游戏，并打上了游戏的商标。 以及它的名称。涉案的2个查甫人伫新北市凤岭，伊嘛拢伫网络卖这物件，卖盗版的软体，有三国军营传和天堂这游戏。经过警方的清查，有62万笔的档案，5000多条音乐，拢总涉及不法，侵权的期待是超过3亿200多万。其中一间受害公司游戏干嘛发声明回应讲，因是天堂伫台湾唯一一间代理经销商，而且长期拢有针对非法软体做查缉和处理。 对电商平台拍关键字，嘛是阁有盗版的游戏在持续经营。警方调查，警方敢若开几百块的代票，就对中国淘宝这平台买着盗版的游戏定息买，和正版的违法和操作看起来拢差不多，拢是单机的版本，市面已经无得卖。来到虾皮，以要1000块来卖，超过行情的介绍，就是因为会当照需求大幅调整落保率，嘛开放予客户会员提供各种侵权游戏，赚到的不法得利，警方初购超过300万。 创作结果呈现出一个同样的一个画面，或者是游戏的玩法是雷同，这样子就那种游戏的玩法或者是创作的画面，也是受到著作权保护的方法之一。 大条的法律红线都是著作权法和商标法。律师分析，就算盗版的游戏并不是破解正版来的，但是过来是采取创作保护主义，作品一完成都有著作权，这种抄袭的行为已经涉及侵权。另外，在台湾的嫌犯负责转卖散布，同款嘛涉及刑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